来看在地文化保存的消息，嘉义县文化资产审议会5月底决议，甲嘉义水上代替的南靖车头订入做历史建筑，按算伫8月就会公告啊。民众参加南靖灯厂社区的行头活动，伫南靖车站内底听老师分享故事。嘉义县水上乡的南靖车站5月底经过文资审议，8月就要来公告做嘉义县的历史建筑。长期研究南靖车站历史的南靖国小校长就认为，这对囡仔的在地教育会带来帮助。我们走读南靖糖厂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哈。那本来火车站这边都是我们的课程主题之一。火车站这边、台铁宿舍群这边的一些历史发展的脉络哈，大概我们会让学生从这个点来思考。虽然车站登录做历史建筑，但是边仔代替员工宿舍群的保存，一寡文史工作者也是真烦恼。自头就拼来抢救宿舍民意代表讲，袂当干那甲车站登录做历史建筑，边仔嘛要配合来规划。咱的嘉义县政府，我们先点线面，先从点开始做起，就是咱会当透过咱的设规师的计划吼，先把这周边这环境的部分先给它整理起来，慢慢做，慢慢给它带动起来，会当恢复到过去吼这样子的一个南靖糖厂这样子的一个风华。南靖车站要登录做历史建筑。伫水上推动社区营造的嘉义县生活美学协会表示，社区政府大家力量替车站、灯厂甲宿舍群付出，希望相关单位会当重视，继续传承在地历史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